平安，今天4月26日，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每天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也在当中去经历到上帝的智慧，也要祝福在我们当中，如同祝福在所罗门身上，如同这许多人渴慕所罗门的智慧，也让我们渴慕上帝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愿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这时候我们也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透过诗歌，透过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也透过诗歌将我们的心打开，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要一心呈现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一心呈现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不求是你必应允我，不理我是我心里有能力。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不求是你必应允我，不理我是我心里有能力。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不求是你必应允我，不理我是我心里有能力。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你必不离弃你手所
创造地。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虽然这几天的天气不稳定，虽然这几天持续有地震，然而主，我们要领受从你而来平安祝福，在我们当中加添力量，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透过地震所带来的，或许有很多我们觉得负面的影响，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主你在当中要透过这许多的事情来帮助我们，就像下雨一样，很多的不方便，但是让我们的水库不缺水，让我们生活不缺乏。主，让我们眼目来转向你，不再只是看到那负面的这一切，而是更多的看到上帝你在这当中的赏赐与祝福。亲爱的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愿主你带领，愿主你赐福。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4月26日，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0章第1节到第13节。列王纪上第10章第1节到第13节。示巴女王听到了所罗门王因上主赐福而得的圣名，就到耶路撒冷来，想用难题考验所罗门。他带来一大群随从，还有一大队骆驼驮着香料、珠宝和大量黄金。他见到所罗门的时候，把所能想到的问题一一向所罗门提出。所罗门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没有一个问题能难倒所罗门。示巴女王听了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到他所建造的宫殿，又看见他桌上的珍馐美味，他淳朴的住宅、王宫侍从的组织和所穿的制服、上酒的仆人和圣殿里所献的祭牲等等，惊奇的说不出话来。他对所罗门王说：我在本国所听到有关你的成就和智慧都是真的，但是直到我来这里亲眼看见这一切，才真正相信。我所听到的还没有一半呢。你的智慧和财富比别人告诉我的要大得多了。你的妻妾多么幸运啊！你的仆人多么幸福啊！他们可以常在你面前聆听你智慧的话。愿上主你的上帝得到赞美。他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正表示他多么喜欢你。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能秉公行义。示巴女王把带来的礼物赠送给所罗门王，有大约4000公斤重的黄金，很多香料和珠宝。所罗门王从来没有收到过那么多的香料。西兰的船队从俄斐运来金子，也运来了很多檀香木和珠宝。所罗门王用这些檀香木做圣殿和王宫的栏杆，也为乐师歌手制造竖琴和七弦琴。以色列从来没有输入过这么好的檀香木，以后也没有人再看过。所罗门王慷慨地馈赠示巴女王各种礼物，除了依照惯例赠送的礼物以外，凡是示巴女王要求的，他都给她。于是女王和她的随从回示巴去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0章第1节到第13节。让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思想，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可以让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所展现出来的，从他的智慧，从他国家的建设，也让他的声名远播。所以在其他国家也会谈论这个国家的状况是怎么样。今天的经文讲到这示巴女王，她也听说了，她也想要来讨教，她也想要来明白我所听的是不是真的，所以她也是有备而来，想要跟她有一点过招。所以我想这示巴女王可能在那时候也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一个女王，而在这时候也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她也来到这当中，而也给所罗门一个很大的肯定。因此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自己生活，我们是不是能够展现出一个很棒的气息，一个很棒的名声，一个很好的见证在当中，而且是很实在的哦，不是做给别人看。因此在这当中，透过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有一些思想，也让我们有一些反思。因此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样是王，不管是王或女王，其实在这些国家当中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东西，而王跟人们想要听的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当所罗门他从上帝那边得着智慧，而用这样智慧在处理许多国家里面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在这很多很离奇的事情，很多很特殊的状况当中，应该也都会传播出去，让很多的国家知道啊，所罗门他可以这样来处理案件。因此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他身旁的这些官，或者说国家的这些人，也会把这些东西分享出去。特别是这个一样这种从商的国家，他们也会透过商队，透过这些在贸易的过程当中，在交谈的时候，也把所罗门的事情来分享了出去。所以这边提到说，示巴女王听到了所罗门，因为上帝赐福，因为上帝赐福给他，因为上帝给他这样的智慧，所以在这个国家当中也这样建造起来了。所以因为上帝的赐福而得着圣名，我们看到他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很清楚看到他不是依靠自己，所以因着上帝的圣名而得着了，因着上帝的赐福而得着了这样的圣名。所以示巴女王来到耶路撒冷，想要考考他，想要明白他是不是真的这么聪明，这么有智慧。这个聪明智慧不是说我很有学识而已，而是他真的有办法去面对，去处理这许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他就来到耶路撒冷，想要用难题来考验他。当然我们看到所罗门前面其实他也经历了许多的考验，许多的难题临到他，他也解决了。所以对他来讲，他也是示巴女王也是如此，想说这么难的问题他都可以处理了，但是都是听说，我要来面对所罗门，真实的跟他有一些对话。所以我们看，当一个王来到的时候，他当然不会空手而来，也不想空手而回，所以他前往以色列的时候也带了许多人跟他一起去，所以他不可能一个人前往嘛，一定是带了很多人，王出去一定是很多人一起去的。就像我们国家的总统、副总统，他们去参访其他国家的时候，去拜访其他国家的时候，也是很多人跟着去，可能一整架飞机的人，他旁边的随护也带了很多的记者等等的，也当然也可能会带了很多的商业界的人一起去。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边他带了一大堆的随从，而在这里面也带了很多的骆驼一起去，而骆驼身上也背着香料、珠宝、大量的黄金，所以也带着礼物去，可能也带着所罗门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去，所以带着礼物去，带着珠宝，带着黄金，所以就这样浩浩荡的一群人去。当然他这样出去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人要保护女王的安全，所以他这样一起去了，非常多的人一起去。他见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把所想得到的问题都向所罗门来提出了，他真的有备而来。我们看到这经文里面在讲到他有预备的，他想要去考倒他，而在当中我们看到整个经文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也不是恶意的
但是他就想要知道他到底有多聪明，也想要去看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兴盛。因此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当我们教会的时候，回到我们教会里面来看，在这许多事情里面，我们能不能在这当中好好的去运用我们所领受这些恩赐，帮助着教会的建造，帮助着国家的建造。或许我们不像王，我们可能是教会的同工，可能是一家之主，所以我们一家之主，我们就好好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们是教会同工，我们就好好的建造教会，让我们所领受这一些都能够好好的去服侍。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他面对这些挑战，他也一一的解决了。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讲到说示巴女王她一一的向所罗门提出问题。第3节这边讲到说所罗门回答了他所有问题，没有一个问题能难得倒所罗门，所以他也都能够回答了。其实在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所展现出来的，也就是他很有智慧，很有能力，很聪明的去面对这所有的问题。而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就像约瑟讲的，我能够解梦，我能够处理这些，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上帝的能力与我同在。所以所罗门也是如此。其实在前面也讲到说，因着上帝的赐福而圣名，而得了圣名，而声名大噪。在当中也是一样，所要产现的就像示巴女王讲的一样，所以所罗门可以回答，可以回应，可以解决这所有问题。而很重要的也就是上帝的灵与他同在，上帝所赐福的与他同在。所以这边讲到说，没有个问题能够难得倒所罗门。很自然的，我们人跟人的交往当中也就是如此。所以示巴女王听了所罗门所说的话，在这样对答当中听到他的回应，可能很不疾不徐的回应了示巴女王所问的问题，可能是他自己提问的，可能他这些随从来提问。所以在当中对话当中，而且看到他所建造的宫殿，所以从看真实的经历，所以这边所带出来是他真实的经验，他真实的经历，去经历了这一些，去听到了这些，所以他真实的参与在当中，而看到说他真实的听到所罗门他的应答是如此，也看到他的宫殿。接着在这边也在讲到说，又看见他桌上的这些珍馐美味，他臣仆的住宅，又看到他这些组织状况，他所穿的衣服，这些负责上酒的仆人，还有宫殿里面所献的，圣殿里面所献的这些生计。所以从这各方面去看见这些许多东西，让他惊讶不已。所以我相信他在这当中不只是看到这些而已，这些都讲到是大项目桌上所吃的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国宴，我们每次国宴我们就会看到他的菜色是如何，从哪边出来，哪个厨师吃的。再过下个月赖清德要就任总统，那时候也会有国宴，那时候新闻也会报道国宴到底会吃了哪些东西。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从他所吃的东西，他住宅，他住的这边这些服侍他的这些臣，这些仆人，他们的住宅，也就是他花了这后面13年所建设其中的一些东西，住宅、王宫，而且组织不是很零散的，他们怎么去分工。所以我知道我们可以看到示巴女王看到这些，应该也看到这些细微的东西，从这些组织这些互动当中去怎么样去运用这些，而他们所穿的制服，他们所穿的衣服当中这些刺绣啊，这些怎么样制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去看一个企业，最近在看 YouTube 里面也在讲到说，有一家大型企业来到我们台湾，很新颖的一个企业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去报道这个公司他们的内部，从员工餐，他们的设计，他们的整个组织里面他们怎么去运作，他们的办公桌，还有办公桌这么一回事吗？所以在各方面里面大家都很哇，
确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公司。然后上九的仆人也延续到圣殿里面，在献祭的时候那些生祭怎么去杀，哇，这个量到底有多大？所以超级多，就像我们国家在讲的税收一样，我们每一年有多少税收，也回来看这个国家的 GDP， 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的情况是如何。所以从这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当中，从所罗门的应答，从这个国家里面他所建造这些宫殿圣殿，从这各方面去看到上帝怎么样来带领这个国家，怎么样透过所罗门来展现出来。所以这边才会讲到说他惊奇的说不出话来。所以当我们在看这许多时候，我们会有哇这种感觉出来。我相信示巴女王她的心里面也就是哇。所以当她这样经验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示巴女王才会第6节这边说，她对所罗门王讲，我在本国所听到有关你成就和智慧都是真的。她在她的国家，其实一个女王要离开那个国家不容易，所以她在国家里面听到她的臣仆里面所说，听到这许多人的对话，也可能从那些商人，从那些市井小民那当中传过来。或许我们都会觉得啊，讲真的讲假的，这真的吗？还只是相谈而已，聊聊而已，一些闲话家常，这谈话这样讲过去，会不会有很多是很夸张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谈话，像那些市场里面在谈的东西，其实有些都太夸张了，真的是这样子吗？所以有很多闲言闲语在当中，有很多我们在讲的那种八卦在这里面讲得很夸张，其实很多时候事实不是如此。但是在当中我们看到示巴女王因为听了这么多，她实际去看，她实际的去经验，当她经验到的时候，她对所罗门说，我在本国所听到有关你的成就智慧，哇，原来都是真的。所以在第7节这边我们看到他所展现出来，他所说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一点都不信。当我还没出国之前，当我还没来到这边之前，当我还没有跟你这些对话的时候，其实我一点都不相信。但是直到我来到这里，亲眼看到这一切，才真的相信。眼见为凭。其实在当中也是用示巴女王来带出这样的见证，真实。他讲的话是真实的。其实示巴女王，我相信他给出来的，给大家感觉就是他说话就是真实的，而在当中他也真实的去经历这些，去看到这些，所以对他来，从他嘴巴所说出来的，也就是一种见证。所以在这边他对所罗门说，直到来到这里亲眼看到这一切，我才相信，真正的相信。所以他听了这么多，他心里面应该都会觉得，是真的吗？有可能吗？有可能是这样吗？是真的是如此吗？然后他这样看到了，他这样听了，他这样经验了，体验到了，他还觉得哇，这真的是真的。所以他说，我所听到的还没有一半呢。你的智慧和财富比别人告诉我的都大得多。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他所展现出来的风度，他所展现出来的智慧，他在当中这个国家里面为什么这样兴盛，而在当中看到圣殿，看到王宫，看到外面这许多景况，哇，他讲到说，我所听到的还只是这一半不到而已。所以这当中讲的不夸张，因为讲的应该要更夸张一点。所以他讲的是这样子，哇，他所经历的就是如此。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这里面所要展现出来的是，他也很羡慕这样的状况，所以他才会说，你的妻妾是多么幸运，可以听到这么多，就是可以享受在当中，享受你所说的话，享受这个国家的这么一切。而你的仆人也是多么幸运的，他多么幸福，他可以享受在当中，他们可以常常在你面前聆听你智慧的话。所以这些智慧
能够常常去领受到是多么棒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方面来看，那这些妻妾这些臣仆是不是要珍惜这一些？当一个人是这样的有智慧，当一个人是这么聪明，他所说出来是带有智慧，那我们是不是要去珍惜？而这样智慧从哪里来？从上帝而来。因此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当我们有机会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珍惜？所以当我们这时代我们可以读上帝的话语，可以领受上帝的话语，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来领受上帝这许多的恩典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珍惜这一些，来领受这一些，让上帝的恩典，让上帝的祝福就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身在福中不知福，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透过示巴女王在展现的那时候的人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幸运，他们可以领受所罗门所带出来的，上帝透过所罗门所带出来这许多的恩典，许多的赐福，从上帝的话语，从圣殿，从宫殿，从他们所领受的，他们要献给上帝的这么多。我们看到或许是几十只的牛羊，几十万只的牛羊，然而在当中我们从1/10，从献祭的概念来看，这何尝不是他们身上所拥有的，是这些东西的10倍100倍呢？因此我们看到第9节就讲到说，示巴女王讲了这些之后，她所接下来说，愿上主你的上帝得到赞美。所以她也很清楚知道，这些就是你的神所赐给你的，你的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些是从你的神而来的。所以愿你的神得着了赞美，他立你做以色列王，也表示他多么喜欢你。所以因着上帝的拣选，上帝的赐福，上帝喜欢你，把这些都祝福在你身上。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能秉公行义。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都是互动的，上帝喜爱这个人，把这所有很好的都赐给他，而在当中你要回过来秉公行义，靠着上帝来做这些事情。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回来看我们能不能从上帝那边来领受什么样的赐福，也在当中领受这些，去完成上帝要我们完成的使命。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你所看到只是那些光彩炫目的东西而已，还是真实看到上帝怎么样赐福你，怎么样赐福我们国家，怎么样赐福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同工牧师的身上，而在当中我们怎么样一起建造上帝的教会，怎么样建造这个国家，怎么建造我们的家庭呢？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喜爱他，赐福他，也让他能够好好去服侍，去工作。所以当中也回来看示巴女王在讲到说，从这些现象回来看到你的上帝是配得赞美的。因此在这样对话过程结束之后，示巴女王就把礼物送给所罗门。刚刚讲到说示巴女王带了香料、珠宝、黄金，所以这边也写到说送给所罗门的礼物大概有4000公斤的黄金，有很多的香料，很多的珠宝，就可以看到他这一次出来有多少的人，多少的骆驼跟着他出来，非常的多。其实也可以讲到说，示巴女王的国家也是非常兴盛的。所以当中他可以带出这么多的人跟动物跟着他一起出来。所以这边讲到说，所罗门收到非常多的礼物，这边也特别讲到说，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的香料。所以可以看到，可以讲示巴女王他们的国家香料也可能是他们的特产之一，所以他们制作了非常多或收集了非常多的香料，也在这时候送到所罗门这边来送给他。所以在这里面是送了从黄金、香料、珠宝，可以看出他所带来的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来到这当中送给所罗门。
而所罗门他也第一次经历到哇这么多的香料。我们看到在这时候也讲到说，西兰的船队从俄斐运来的金子，也运来了很多的檀香木和珠宝，所以也运来了很多的这种珍贵的东西回来。所以示巴女王带来很多的东西，西兰的船队也带进来了很多的东西。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用这些檀香木做圣殿和王宫的栏杆，也为乐师歌手制造了竖琴和七弦琴。所以可以用这当中我们看到他再把这些东西用最好的东西，再把圣殿和王宫里面一些地方再把它修整得更好，然后也用这么珍贵的东西去制造了竖琴和七弦琴，可以来敬拜上帝。当然他也可以在当中自己享受，也在很多节庆的时候可以用。因此在当中讲到说，以色列没有看过输入这么好的檀香木，以后再也没有人看过。也可以在当中可以看到说，以色列的兴盛也就这时候达到了高峰，后面就往下走下坡了，之后就没有机会再看到这么好的东西了。所以在当中或许可以讲到说，示巴女王来的时候，或者是延续到西兰带回这么好的檀香木的这段时间，这几年当中已经是所罗门王生命的高峰，他国家他带领他做这王位的高峰，之后就往下走下坡了。最后这边讲到说，所罗门也慷慨的馈赠示巴女王各种礼物，除了依照惯例赠送礼物之外，凡是示巴女王要求的他都给她。我想这是一个礼尚往来，他带了很多礼物来，他对他也释出了很多的善意，所以他也回赠他很多珍贵的东西。按照惯例的以外，示巴女王要求他也都给他。我想示巴女王眼睛也是很利的，她可以看到这些很细微的东西，所以看出这个国家的状况。当然他也不会空手而回，他也希望把很多好的东西带回他的国家，帮助他的国家。所以在这当中，这样的探访的过程当中，这样拜访过程当中，当然不单单只是送礼物过来，这两个国家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对等的，不尽然是那种下对上，可能是一个对等的，所以在当中礼尚往来。这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女王，她去到那边也遇到这样的国王，能够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对谈。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或许示巴女王一开始很不服气，但她在当中去到那边，她也降服在那当中了。她也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王。所以所罗门也回送她很多礼物，于是女王和她的随从回去示巴了。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交往的过程。因此在这今天经文当中，不知道大家看到了什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所罗门他所做的许多事情，真的是上帝恩待他，上帝赐福他，给他有智慧去治理这个国家，给他有智慧去处理好很多的事情，而他的名声也这样传播出去，让许多人会觉得哇，我真的要去看看他。而在真实的这样经历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示巴女王真实的去向所罗门王讨教，在这个过招过程当中，他也真实的觉得这个王真的很棒，这个国家真的很棒，我们真的要好好去学习。而在我们台湾这个国家当中也是如此，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台湾？我们所展现出来的，现在也有很多国家会觉得哇，这个国家虽然小，但是也很不得了。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只是小国，我做不了什么。就像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只是小教会，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在当中，如果有上帝同在，不在于你的国家小，教会小，而在于上帝的同在，我们可以带出什么，上帝要我们在当中做什么，这是更重要的。我们看到所罗门所展现也是如此，不在于他的国家大小，而在于上帝的同在。因此因着上帝的同在，他可以好好治理国家，因着上帝的同在，在这很多微小的地方当中展现出来这个国家是如此的兴盛。他可以从他的圣殿，从王宫，从
住所，从衣服，从献祭，从栏杆，从很多地方去展现出来。而在当中也是因为一个国家兴盛，一个国家强盛，而能够带出这许多的景况来，帮助了这许多的人民。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到这当中的时候，有没有去看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有没有看到上帝在当中要怎么样来带领这个国家？而这当中也不是自己说而已，特别是示巴女王这样的一个国家的王，他来到这当中的时候，他亲自验证了，他亲自经历这些，他也为所罗门以及他的国家作证，因为这是他真实经历，他看到，他听到，他体验到的。因此当我们在我们工作职场，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在这许多地方，是不是也让我们去经历这一些，真实的活出上帝就与我们同在，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王，来做主。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经文当中带出来这许多很特别的东西，也让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来领受今天的经文，让上帝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今天的经文，也让上帝的话对你说。当然也在当中是不是有机会领受到上帝要我们去做什么来回应他，真实的去经历这许多的领受。我们一起来默想。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好好来领受你的话语。主，我们看到所罗门因着你的恩典，你的赏赐，你祝福他，你让他能够有这样聪明智慧去治理这个国家，带出这样强盛的国家。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生命也要得着你的赏赐，你的恩赐，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来展现出来，在许多细微的当中去展现出主你的恩典，主你的祝福就在我们当中，不是在大项目还小项目而已，在每个地方都看到主你在当中的掌权。亲爱的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这段时间
恭敬仰望在主你面前。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也赐福在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赐福在我们家庭里面，让我们得着你的恩典，得着你的祝福，也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展现出来，让这美好的名声来传扬出去。因为我们所生命所展现出来的，也让众人能够在当中一起来赞叹，哇，他的上帝是如此的美好，因着上帝的赐福，他能够做出这许多的事情。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将这些都仰望在主你手中，感谢赞美你，赞美主的圣名。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每天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也就是让我们亲近上帝，让我们有这样机会领受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与赐福。愿我们每天都能够来到上帝面前，让上帝将你分别为圣。愿上帝赐福你。